可以居高臨下俯視成個九龍區嘅景觀。如果想望子成龍嘅話，校網亦都係非常之重要。今日我哋嚟參觀民耀嘅特色單位，而住宅項目正就喺明後區41校網。係咪一定要上到半山先可以俯視到整個九龍區呢？大家可以睇下身後邊嘅景觀，位於九龍城嘅民耀，同樣可以將成個九龍區盡收於眼底。如果你都喜歡呢條片嘅話，不妨點讚、分享同訂閱啦。在人夢裏飛行，願星光中照亮傾出愛的手，微風中笑着，願隨互愛精神，心相近，愛越近。似夢似幻似是人生，雖偶遇挫敗有淚印，有淚與共結伴如今，渺渺更逼真。眼望見若意外情急，情終不自禁，能竭着氣力作護蔭，我真心就算犧牲不需要問回贈。出抖震，沒止境漂泊，沒掌聲與歡欣，無聲的國度，在人夢裏飛行。願一天中聽着歌聲與歡欣，晨曦中暗地讀隨互愛精神，心相近。愛亦近，若會若世愛是情深，不會讓眼淚往下滲。有淚與共結伴如今，你我更相襯。愛就要令告白情急，情終不自禁。而每段故事有烙印，又不甘。就算犧牲不需要問回贈，越過胸襟將會讓過萬眾跳出抖震，無止境漂泊，沒掌聲與歡欣，無聲的國度，在人夢裏飛行。願一天中聽着歌聲與歡欣，晨曦中暗地讀隨互愛精神，心相近。